以前咧，你攞出10萬蚊想喺深圳買樓，我會同你話發夢都未輪到你啊！咁而家你零首期都想喺深圳買樓，我會幫你夢想成真啊！咁呢套單位咧就係雙地鐵嘅一個物業啦，樓下就有公園、商場、學校，通通都係有齊埋。廢話唔多講，一齊上去睇樓。哇！咁靚嘅深圳一線城市景觀，呢個 view 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咁呢套單位咧係位於深圳前海嘅一個核心位置啦，42平方俾我哋做到2間房嘅一個 size 噶。呢個戶型咧做得都係非常之方正噶，有埋獨立嘅衛生間、獨立嘅廚房啦，並且係有埋窗俾到我哋噶。咁呢一套單位係帶埋精裝修嘅現樓啦，全屋嘅豪華精裝修，電視背景牆、護牆板，通通都係做好俾到你噶，拎2件衫就可以入住啦。而家零首期，月供6500蚊就可以上車深圳嘅呢一套單位啦，並且佢係地鐵、商場上蓋物業噶。咁呢度翻我哋嘅一個深圳灣關口啦，講緊都係半粒鐘嘅一個車程時間。咁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嗱嗱聲 call 我，將啲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啦。